若去到台北的北投，毋但会当洗温泉，若确实走唱伫咧永贵嘛真死行。新北投车站最近办节温若确实的活动，互表演者伫咧车厢内底弹乐琴甲唱民谣，有一寡民众是听甲真欢喜，来来回回坐几啊逝，拢毋甘落车。 节温车厢内，一群大学生用乐琴弹台湾的经典民谣《四季风》，互坐车的民众听。这是台北市温新北投车站2024铁路线活动的两个式活动。台北市府和台湾乐琴民谣协会合作，就真侪表演者和民众对北投站坐到新北投站这段路，通听到民谣。老师伫咧上课的时阵有教咱即个乐器，我就会有即个兴趣去。 更较了解这款乐器，还有台湾的民谣。乐团的成员自高中1年啊、2年啊，因为音乐班接触到乐器，嘛透过老师上课了解台湾的音乐文化，自然呢对台湾民谣有兴趣。接触落去，更有甲传统台湾民谣改编的演奏，我能得到真热情的歌声，希望互民众了解北投南甲市的走唱文化。 为传统音乐去做改编啊，个丢档啊，走路调安尼。现场有民众来来回回坐几若逝，要听袂惯见。有对外国登来台湾洗温泉的民众表示真欢喜，通听到少年时定听到的台湾民谣，嘛有少年家专工来看民谣演奏。我对美国登来，我今日都有闲走来洗温泉。 运气很好，看到因伫唱歌。它比较跟台湾比较有关系，那比较本土特色。新北投车站表示，今年计共有22位演奏家参与活动。11月23、24也有最后2场的节温南甲市表演。另外，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北投和铁路的历史，伫咧新北投车站原来有办展览，互民众伫咧旧车厢内底通看到过去的老相片甲车票等等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炳杰台北报道。